哇，好大陣霉味啊！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史蒂芬，歡迎收睇《零士偵緝檔案》。今日嚟到海珠區成珠樓，喺廣州市海珠區南華中路，曾經屹立住廣州最古老嘅茶樓成珠樓。佢比陶陶居仲要老100幾歲，係名副其實嘅廣州第一茶樓。1745年，13行富商伍子桓喺自己府邸開闢咗個地方招呼客人，叫做成珠館。傳聞有個妹仔叫小鳳，將啲餸頭餸尾整成點心俾客人食，點知客人大讚好味。呢個就係後來名震粵港澳嘅雞仔餅，又叫做小鳳餅。光緒年間，成珠館改名叫做成珠樓，兼做茶肆同餅肆。之後200幾年都非常興旺，最大規模時候大概有700幾個位，一代代廣州人都喺度飲茶擺酒。只不過240幾年嘅繁華停留咗喺1985年10月9號嗰一晚。據聞嗰陣時成珠樓啱啱裝修完，重開先至10幾日，3樓搞緊一場婚禮，新郎新娘仲喺度招呼緊幾百名親朋好友。但咁啱得咁巧，同一日2樓竟然辦緊喪宴，紅事同白事一齊搞，本來就犯晒大忌。夜晚7點幾，酒樓啲燈全部熄晒。80年代呢，停電其實係好平常，冇人覺得出奇。咁成珠樓就開動咗去樓底下嗰個發電機嚟供電，點知個發電機無啦啦着火。最攞命嘅就係當年成珠樓差唔多成棟都係木結構，上落淨係得一條木樓梯，樓入邊又冇消防通道，又冇救火喉，火從1樓順住木梯一直鏟上去，好似一條鬼火龍咁。眨下眼就吞晒成棟樓，3樓唯一嘅逃生通道亦都俾火封死晒，100幾個參加婚宴嘅賓客全部都焗咗喺火海入邊。有人冒險喺4樓跳落嚟，有人沿住水管慢慢爬落去，現場七國咁亂。消防員當時係出動咗20幾架消防車，100幾個消防員一直救到天光先至將場火熄滅。嗰晚8個人葬身火海，包括當時嘅新娘，20幾個人受咗傷，新郎亦都跌斷咗隻腳。喜事變成喪事，婚宴變成葬禮。自此之後，呢邊嘅都市傳說就圍繞呢件事而發生。傳聞喺1985年10月16號火燭之後第7日，即係廣東習俗死者頭七回魂嗰一日，凌晨1點幾，喺呢個濱江邊上嘅居民睡夢之中被一陣奇怪嘅滴打聲吵醒。開頭仲以為邊個老人家半夜練滴打，點知把聲越嚟越清楚，聽真啲竟然仲係以前迎親隊伍嘅嗰種喜慶奏樂。半夜凌晨，邊個會喺呢個時候娶老婆？有啲大膽嘅居民靜雞雞拉開窗簾，見到咗成世人最難忘嘅一幕。成珠樓面前嘅馬路上邊有一隊迎親隊伍慢慢行緊過嚟，但係啲人影模模糊糊，着住長衫，心口扣住個大紅花，中間4個人抬住一頂紅色嘅花轎。隊伍喺燒到黑麻麻嘅成珠樓面前停低，滴打聲就停咗。靜咗一陣之後，隊伍突然之間爆出一陣淒厲嘅喊聲，喊聲入邊仲夾住一個女人嘅聲音。有人話嗰把聲好似嗰晚燒死嘅新娘，喊聲一直持續到雞啼天光。呢個迎親隊伍亦都憑空消失咗。聽講話嗰晚見到呢件事件嘅居民超過100個人。呢個就係流傳到呢家都非常出名嘅成珠樓鬼娶親事件。而死裏逃生嘅新郎亦都喺8日祭嗰時，同屋企人一齊去成珠樓燒衣紙拜祭。但喺佢哋喺樓下擺好祭品嘅時候，一碌拳頭咁粗嘅木條突然之間從3樓跌落嚟，不偏不倚啱啱揼中個新郎，但好彩冇揼中要害。有人話係新娘唔捨得老公要帶佢走，亦都有人話係枉死嘅賓客向新郎索命，俾當時嘅新娘出手擋住。後邊亦都有傳聞話有幾個商人試過想頂咗成珠樓重新裝修開張，頭嗰幾日一切正常，到咗第4日就開始出現怪事。一個鬥木佬突然之間眼反反，直不甩想從3樓行落去，好彩俾工友及時拉住。仲有一個外省過嚟嘅雜工，本來唔識得講廣東話，但係突然之間擒上張台上面唱起咗粵曲，啲工人都覺得呢個地方太邪，走夾唔透。之後呢個重開計劃就一直擱置，好似呢棟100年老樓俾人哋落咗詛咒咁。呢個雞仔餅同阿姨講嘅一樣，都係好脆，但係個人比較中意食啲腍啲嘅。好，下次見。